高雄林雅区的街头出现超过20个戏台哦，有歌戏、布袋戏，还有电影。这是逐当旧历8月万圣公妈的信徒写神的传统，民众嘛拢看戏看甲真欢喜。加油队，所不言敌，准备好，三在起。歌是我写着的，当然是我的。 日头拄啊落山，歌戏甲布袋戏同一个时间开演。戏棚卡时代甲囡仔目睭是拢天甲大，看甲真入迷。嘛有外国人散步经过，转停落来，甲手机摕出来翕相。这个路口计共就有21个戏棚。原来这是一间圣公妈庙旧历8月份写神的传统，看起来有影是闹猜猜。附近的时代讲，较早农村时代戏棚上最有到200个。即马做安真足少，啊无迄一个戏台老师傅无，嘛是表演嘛足忝的，啊，比较少年仔嘛毋知有即种物件，啊，拢是网络看看，无现场来体会到迄个感觉，佮无共款。我感觉即个气氛真足好的。 庙方表示，编纳旧历的8月份，新明生信众拢会寄付，会请戏班到庙口写神。目前逐天维持14棚，不过三不五时，有时会有信众无登记就临时领邀来遮大埔棚写神。按算15天就会超过250场传统戏剧的演出。较早这戏台、戏棚啊、歌戏、布袋戏，佮较济长度可能可能100-200坪。 那因为即马都市化的关系，造成的这种干扰会比较大，所以慢慢会把这个歌戏跟布袋戏的量会慢慢会减少。寄付的戏棚也有规排回拿，拢是信众的心意。庙方嘛当伫咧思考安怎减少对社区厝边头尾的影响，佮通兼顾写神的传统，互传统戏剧会当继续伫咧户外戏棚来演出。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。